天是國立師範大學第100行業時態嘅時節，我其實非常敬重。嘅時節我就敬想，我真是有能力麼？我嘅阿妹係一個非常資深嘅廣播人，對我嘅時節就去電台狀態，後來就同媽媽共下做廣播，共下主持教育廣播電台嘅節目，從來冇想過有一日我會替大學將聲音傳出去。係國立師範大學嘅教室哦，那我哋睇每間教室嘅門口都會看到愛講下嘅標誌。其實我哋文學院有行業考察，我們文學院有課餘學程哦。故所呢，我哋就鼓勵大家做得同我哋傾下講下，做得學客家話。我知道第100真是真敬重，因為呢，大學生真聰明，尤其係我哋師範大學嘅學生呢都非常優秀。故所呢，我就知道，我唔知到底有能力教佢哋麼？故所就係精進自己，我接上我去上課，從我更加去提及讀博士班，就係變強，安尼咱做得帶知識本佢哋。也就係行業中心嘅辦公室咯，也係我嘅位嘅。不樣都愛個味耶，也是自圓其說桌遊，我會同學生嘅傾下教，因為一個桌遊呢做得教行業嘅語法，可以教課餘的語法，像係一個就動作卡動作，就做得題當講紅嘅詞彙，做禮拜念出來係講唔會念嘅方面冇關係，這裡有 QR code 可以掃描，故所也係動作卡。那這裡呢就有地點卡。故所呢，就做得將做乜嘅動作，題那篇做呢，做得題溫3件做禮拜一個動作。故所呢，今天就做得自家湊一個機嘅，非常好教哦。我提起準備課程哦，因為呢，我每個禮拜有2節課係客家飲食文化，從就看到我提起準備青島嘅客家美食。從我就會教學生嘅關於客家嘅美食、客家嘅美食地位嘅詞彙，還有那篇做得識到客家美食。我知道雖然我接送都會準備教出來，準備到3更半夜，不過呢學生嘅接送就會同我分享提起生活地位，識到你乜嘅客家美食，就會同我分享，我就知道真歡喜。還有呢，佢就有知道乜嘅客家美食地位有加鳳蟲頭啊，也係有加快菜、韭菜啊，佢就知道非常有客家味。我就記得咧，佢記得乜嘅係客家味，我就知道非常有成就感。我知道教咧按度嘅學生誒，其實佢哋呢就會同我分享，佢哋平常時提生活當中，親手做得接觸到客家文化，故所提一個太特別地位，做得傳承客家文化係我知道非常傻逼嘅事情。我希望我哋按強嘅學生誒，做得提未來提早條路嘅時節，將客家文化傳承下落去。